禪就好似生活一樣，要去親身體驗嘅。任何一種學問、技藝或者係靈性嘅修持，都必須經歷一段艱苦嘅磨練過程，先至能夠攀登高峰嘅。所謂未經一番寒徹骨，怎得梅花撲鼻香。近代嘅人比較喜歡速成，喺稍遇到挫折就會半途而廢，或者迷信命運嘅安排，自嘲缺乏機緣巧合。禪師參禪嗰種櫛風沐雨嘅精神係好值得我哋學習嘅。宋代禪師杜英參禪開悟之後呢，作咗一首禪嘅偈語。佢話：南北東西任險稀，古岩寒松冷依依。無人到我經行地，明月清風付與誰？佢嘅意思係話，無論東南西北，道路都係一樣咁崎嶇嘅。但係我係過來人啦，歷經萬水千山，不管幾艱難，我都會精進勇猛咁努力。任憑古岩上嘅寒松冷清依依，如果冇人學我突破重重嘅阻險，走過從前我經行過嘅地方，咁我所體會到嘅明月清風又付託俾邊個呢？無人到我經行地，明月清風付與誰？正好說明咗，如果冇人有恒心毅力去經行過大師從前所走過嘅道路，又點能夠體會到大師嘅心靈世界呢？古人踏雪尋梅係要經過嚴寒嘅風雪。如果各位學習杜英禪師參禪嗰種不怕勞苦、數十年如一日嘅精神，無論做任何事都會成功嘅。